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陈伟民，今日继续来关心香港。咱看到中央伫咧人大开会期间，硬要杀香港版的国安法，西过香港立法会，佮要设立咱讲哦，亲像太上皇共款这个国家安全机构，限制香港人的这个自由。香港基本法基本上就是挪出啦吼。啊，今日咱看到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伫这个野手机器内底已经表决通过。经过这个程序，就当开始来授权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落去制定条文的这个内容。那么讲哦，可能会伫8月就来通过。啊，因为这个国安法呢是中央制定的这个法律，立法会的这个过程啦吼，拢唔免经过这个香港这个部分的同意啦吼。那么讲外界就会烦恼讲，啊，若是讲过去中国捌温准过这个一国两制，和香港人家己治理香港这条件，拢会有影响啦吼。那么讲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佮有中国甲美国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吼，咱今日嘛要做伙好好讨论。咱嘛讲到今仔日的香港，就是明仔载的这个台湾啦吼，大港一心，咱今日做伙好好来对话。这边先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到香港变成青年发言人库马，大家好。所以咱买甲这个香港的这个三门区的这个议员吼，有昆泰来做连线吼。啊，稍等的咱买来甲这个各一位来宾啊，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的秘书长曲义玲会来到咱节目现场。首先，咱要先请教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头拄只吼，再来通过就是讲中央人大这个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吼。啊，伫这个部分。咱会看到讲啊，香港版真正是香港，可能真正是乌有去啊，你感觉咧？我感觉这个香港吼，为加97年以后，互中国统一啦吼。是。基本上中国就是希望吼，爱利用香港的经济的优势，加香港的社会，香港的这个本来的这个资金资本，吼，加伊个国际社会本来的地位，吼，来发展伊个经济。但是即摆已经经过20几年，吼，中国家己感觉伊个经济已经起来啊。是。吼，香港的这个地位，吼，已经无亲像以前遐尔重要。然后咧，为去年开始，吼，香港的社会，吼，特别是少年人，吼，对这个中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对这个香港特区的政府吼，足侪不满。是。这个对中国来讲吼，你即马会当不满这件代志吼，假使我无去甲你处理，以后咧你讲不满所有的代志，这个对中国的统治来讲吼，是绝对是不利的。是。伊无希望看到这种代志，而且咧香港吼离广东足近，所以咧。伊嘛足烦恼，讲假是香港的这个争取自由，争取这个民主的这种的这个呼声会变做伫中国内部足侪人去学，受到影响，这中国绝对无想要看到。所以讲这个定一个法律来这个来这个压掉来在这个处理来这个影响香港人基本上的这种的这个争取民主、争取这个法治争取这个自由的这种的声音对中国来讲，这是本来伊就绝对是安尼啦。只不过去年发生以后，今年拄到这个疫情所以讲伊暂时香港的这个社会暂时这个较点。对中国来讲较点，较无代志，所以中国就这个忍耐到今嘛。其实对中国来讲伊不管伊是毋是有这种法，伊的政策拢是共款，就是增加控制，增加这个对香港人的这种的，爱对中国的认同，爱受中国的这个歌，国歌，爱受到这个中国的爱国的教育。其实讲实在啦，一个政权新收一个土地一定拢有这种的过程。是，亲像以前日本占领台湾，伊嘛愈开始，互台湾人爱读日本册，爱学日语。爱护日本的国旗，爱这个敬礼，爱唱日本的国歌。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以后，就是日本的物件拢爱摕掉，袂使讲日语，对，袂当讲日语。这拢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所以香港本来英国统治嘛，伊即马中国来统治，就是英国过去的这种的传统的物件，慢慢的爱摕掉，爱中国的成分，
即個中國嘅即個部分愛增加，愛增加對中國嘅認同，這是非常嘅正常。啊，咱講真正是退步呢。過去咱講即個台灣吼，國民政府來即個台灣了後，咱看到吼一段時間吼，袂當講國語啦吼，袂當講台語，其他即個語言，國語嘅即個政策一推塞落去，其實就是要甲你思想攏甲你控制掉的。尾手台灣嘛是經過30檔民主化即個過程，所以真正煩惱講香港感覺愛經過這30檔的即個變化，咱講已經看過吼本地吼一國兩制大家望講可能佇咧英國即個脫離了後，迄當陣嘛會煩惱啦。但是咱看到即個部分是毋是更加愛閣等落去，還是講真正無希望啊？甲大家報告吼，就是台灣以前是戒嚴嘛，是戒嚴的時陣，其實對社會嘅言論啦，即個政治嘅自由限制嘛是足大，是足濟人總是為着主張政治嘅自由、主張言論嘅自由攏去領去關，這對大家來講攏是足了解，對台灣社會大家攏知影這種代誌。但是後來因為咧，即個中華民國佇台灣嘅政權面對國際壓力。面對即個中國開始，即個經濟開始改革，所以講咱需要愛爭取國際支持，而且即個來為中國來嘅即個老一輩嘅人開始都慢慢啊減少，所以講增加台灣人本體嘅政治嘅參與，所以台灣足濟因素影響之下所以變做講一定要行民主這條路，無嘅話互即個國際上都無人愛甲你支持啦，因為中國愈來愈大，愈來愈強，美國嘅對即個中華民國嘅外交信任嘛開始改變嘛，所以台灣嘅民主化是有內部嘅因素嘛，有外部嘅因素，有即個你無民主你會倒。你會互即個國際上會放殺，這是台灣民主嘅基本嘅即個背景。但是對香港來講，伊可能伊即擺是中國嘅一個城市啦，所以講中國是毋是有這種嘅 intention，就是這種嘅動機，一定愛佇香港開始把即個人權甲民主愛放互香港人。為即馬來看中國是感覺伊無這種必要，是，所以更加要甲縮暗。對啊，所以對中國來講咱當然中國嘅做法咱是足有意見，足反對。但是你徛喺中國嘅立場，你看中國為什麼愛互香港民主？即個你會當互香港民主，安尼是毋是有可能影響到中國其他嘅所在？即個對中國來講所以伊是毋是愛互香港民主變做講伊是一個。對伊來講伊是愛互你無愛互你嘅問題。即個對伊來講伊感覺伊即馬經濟嘛起來，頭拄我甲大家報告。所以講咧，伊對香港這種嘅需要已經嘛較降，無需要香港繼續即個提供伊一個對外即個同盟這種嘅感覺，已經豆豆較無需要。即個大門即馬要甲暫時收起來。咱看講，因為頭拄即個教授講嘅，就是講。中共經濟已經起來，過去香港這個角色可能伊就甲伊等現實，無要治啊啦吼。其實咱嘛看到自這個香港，咱看到這個雨傘革命，還是講反送中這個部分啦吼。其實咱會當看到中國嘅這個力頭，只是要增加控制爾吼。其實咱嘛看到講國際上嘅這個情勢，到底是要安怎來繼續來挺香港？咱嘛看到講美國國務院早就有講過啊這個香港可能已經失去掉這個自治權啊！當然，美國就未閣繼續來提供，親像這個咱頭拄嘛講到貿易這方面，這個特別禮待啦並且咧，咱嘛講到過去濟香港佇遮法律部門做過高官這個人士啦伫咧國際上嘛有這個反感，不過因就看到講這個政策一定要過啦就是講國安法一定要過，咱嘛看到已經過啊咱先看講美國這陣的態度是安怎，先做來看。中國想要殺港版的國安法引起高度爭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聲明，已經向國會認證香港未有高度自治。蓬佩奧日發出聲明指出，這個舉動可能會致使未來美國取消對香港的貿易等等的特別待遇，包括特殊貿易等等的地位。而且強調講，當咧詳細研究這段時間的事態發展了後，任何理性的人攏未認為講，即馬香港會當佇中國之下維持高度自治。不過，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講，知影香港國安法一定會引起國際反應，不過愛佇兩種傷害內底經較輕的迄種。國家安全受到危害嘅時候，唔好講話呢個社會唔得到安寧，外國邊嘅人都唔會嚟投資嚇，而我哋自己嘅經濟活動、社會嘅活動都冇辦法進行。
刘爱诗认为讲，即马已经无别种选择，法案是一定爱做，嘛批评美国的做法违背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无应该批评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嘛回应美方的态度，认为国安法的争议，互香港受到国际关注，北京甲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愛重視。其實北京以至到特區政府係必須要正視國際嘅反彈。其實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慎重考慮，亦都咧應該會係喺未來1-2個星期咧係會有相關嘅決定。再起香港立法會繼續審理國歌法熱討，泛民派議員阻擋國歌法衝突不斷，民主派議員朱凱廸也最佳主席李慧瓊的標語，主席用標語有侮辱性，下令保全甲朱凱廸趕出會場，會議中斷。泛民派議員柯志峰佮衝出主席台但有臭味已經爛去的盆栽，造成會議第2遍中斷。柯志峰佇會外表示，這個舉動要讓主席劉文干感受到制度爛去的氣味。記者綜合報道。是啦，佫一屆咱來關心吼，這個港版的國安法這個內容是啥物？咱先帶大家做伙來看。咱看到吼，這個背景就是講，之前咱嘛有講過，就是香港基本法第23條啦吼，就是規定講香港特區針對吼國安事項愛來立法，但是特區政府過去所提出的這個草案，互批評是這個侵害自由，有真大這個反彈，所以無法度來完成。咱看到伫咧今年，就是今仔日啦吼，這個人大就決定要來推這個部分，咱嘛看到是2878票來贊成啦吼。啊，關於這個內容就是講，授權人民大會這個常會哦，制定國安法，按算伫咧8月就要來完成。咱嘛看講，伫咧北京當局會當伫香港設立國安機構吼，這嘛是一個大重點。另外嘛要防範，也是講主動，也是處罰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有也是講實施恐怖活動，甲外國也是講境外這個勢力有干預行為甲這個活動的這個行為哈。另外，這個香港的這個特首嘛要定期就這個國安事項啦吼，來向北京當局來報告。咱繼續要來請教到咱香港的這個議員啦吼，來看講這回有2878票來贊成講這個部分要來通過，對香港的影響是啥物？啊，對香港人的這個歡樂憂心是啥物？議員跟你請教一下，我們剛才看到哈，2878票贊成票投下去了，有1票反對票，6票棄權票了哈。那這個當然是我們說這個人大哈是一個舉手的機器啦。你怎麼看這個舉手之後，這個決議對香港的未來對你們的影響是什麼？我猜最快的影響就是會在6月到8月時間，北京的人大常會立即會寫一些很明確的法律，然後可能透過不同的渠道給香港人知道。但是有一些的動作其實是一些就是北京在香港的機構可以立即，就是現在也可以做的，比如說就是將那個香港的中聯辦可能可以轉成為一個所謂的國家安全的機構，然後就可以不用就是通過香港什麼的本地立法，就可以立即的就執行那個國安法的條例，它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因為在香港現在還是沒有跟國家安全相關的一些法律可以抓人坐牢的，但是如果現在人大通過以後，就立即就可以成立一些國安國保的機構在香港裡面的話，其實所有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沒有保障。頭先議員有講到啦吼，其實若是講這個部分若一旦通過，已經通過啦吼，就是6月到8月，伊就會寫一寡較明確這個法律。其實這個法律，伊就可能甲這個中聯辦啦吼，佇咧香港的中聯辦，改個做事。咱頭先講到，北京當局會當佇遮安一個這個國安機構吼，國家安全機構，佇遮就開始做到這個吼，可能開始要抓人。因為過去咱講佇香港也無這個會當抓人，還是講這個香港人坐家等等遮，頭拄來咱講的這個國際重點的這個部分啦吼，所以這個部分一旦啊通過，有這個國家安全機構，佮有等等這法律做回來施行落去，香港人基本上就是限制喺這個法律內底啦吼。議員，我們待會再跟您做連線。我們現在來請教的是庫馬啦吼，庫馬，剛才聽這個議員這樣子說，你的擔心也是跟他一樣嗎？除此之外，我還有聽到就是就是他們打算在具體制定的時候，
排除掉外籍法官的参与，甚至是想要在香港设立由中共在香港设立法庭，在香港设立中共法庭，然后依照中共所制定的法律，在香港实施，然后执法。那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有一个议员就是形容它是一个痛快的了断，痛快的了断，痛快了断，不要再讲什么一国两制那些东西，已经没有人会相信，就是一国一制了，就是一国一制。那我觉得说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担忧如果看到那个草案，你会看到就是行为和活动，那另外一点就是扩大那个范围，从个人包括到团体了。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INGO， 因为香港是个国际都市，很多 INGO 他们就要离开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会变成中国想要抓的那个人，被定罪的被定罪的那个人，抓走的那些人。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书店创作人、艺文活动的，比方说现在很多文宣或者是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创作，他们也要思考说自己会不会某一天犯了分裂国家的罪，颠覆国家的罪。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他都在哭嘛讲的除了是有可能排除掉这个外国籍的这个法官，可能买按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官，也是讲在香港都随甲你按一个法庭伫遮啦，法院伫遮吼。香港人你若犯罪，也是头拄咱讲的，这个颠覆国家啦吼，也是讲等等的，你甲这个外国境外势力有做一寡指接啦吼。统统拢总甲你定罪落去其实唔那是这个团体尔，个人也是这个 NGO 团体，国外这个 NGO 团体嘛惊吓都是可能会受到这个国安法的这个影响会继续互掠去。咱继续请库马来补充。谢谢主持。我想要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它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那他讲国家安全的时候，其实指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安全，而是共产党它存续的安全，这一点必须要提出来。是，那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有国家安全的法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用侵略手段对待自己的人民。再来就是第二点，我也想要提到的，就是中国它是个基本上是一个欧陆法系或者是大陆法系的国家，但是香港却是执行 common law 的地方，它是一个英美法系的国家。中大常委会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专业，可以制定可以在香港有效实施，而且是合理公平的法律？这是完全的有最大疑虑了。那在香港的法律，这个应该也不是疑虑，可以预见的，这不是疑虑了哈。对，这个真的是对。然后在香港的法律界，他们也会。我等同于说，他们这一辈子他们的一些知识经验都没有办法再用。那如何再用法治去捍卫香港呢？其实库马嘛提出伊的这个烦恼啦吼，就是讲中共就是讲法律的这个无共款有一个大陆法甲这个英美法系的这个问题啦其实可能嘛不是这个法律上这个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中共的意志，就是要放伫咧香港内底啦过去咱嘛有讲到这个中共也是讲中国，唔是咧制定一部互人民会当信任的这个法典，也是讲这个部分是完全依照着共产党的这个意志。其实除了咱讲的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的部分，其实因今嘛通过，或者是民法典民法典这个草案嘛是大家真关注的，伊就是讲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的名来做一寡法律啦他们还有这个新法典这个制定就是民法典了在这个部分，他们说这个是新中国所要建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但是这个说法也没有让人家很信服了其实我们继续来这回带大家来看其实咱国讲的香港国安法当时有这个效力，甲伊的影响是啥物？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啦咱讲这个生效这个部分就是讲今仔日已经表决通过啊上紧伫6月底来讨论是不是立法嘛是甲伊放入去咱讲的这个香港基本法这个附件3内底啦即时就来实施，唔免经过立法会的这个审议。另外，咱嘛看到讲影响是啥物咧？影响就是讲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头拄这个库马毛讲到，可能中共的这个法官还是讲法院，就甲你安设伫这个香港内底另外，这个香港民主派这个人士嘛烦恼啦这个敢若去参加示威民众，都会互依照国家安全的理由来起诉互这个中共来处罚另外。
咱讲到国际的这地位啦吼，侪国家嘛取消相关的这个犹太，咱嘛看到美国国务卿 Mike Pompeo 嘛已经讲到要来取消香港的特殊经贸这待遇，香港嘛要失去掉这个独立的这个关税区，长期是香港的高汇期。另外，咱嘛看到讲外资人才一直要来出走投资者可能也是有能力的人已经拢都离开这个香港互香港金融这个信用度降低。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这个经济，人民币即阵这个境外外交佫需要香港会失去到资金的这个窗口啦香港甲台湾的关系会受到限制。若是讲停止掉部分香港澳门关系这个条例，香港人、香港学生、香港的资金伫台湾的限制就会加较济。不过，这有侪部分咱要来讨论就是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中共。敢真正佫需要这个香港的这个资金，也是这个窗口，也是讲香港甲台湾的这个关系会受到这个影响。其实咱嘛有看到，咱这回政府嘛打真明显啦就是讲陆委会有4大原则，另外咱嘛看讲行政院这边要用专案的方式来保障着若是有需要这个香港人士啦有2个赞助，第一个讲这个部分外资甲人才出口，头拄咱嘛讲到，中共已经无需要香港这个窗口，咱嘛看到这个咱台湾的这部分爱做啥物咧？我想这香港甲台湾传统以来这关系是足好的，足侪香港的人到台湾来读册，是来到台湾生活，我想这是传统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近啦，即摆来讲，中国是嘛意识到就是香港足侪人其实对台湾的制度、台湾的社会是比对中国大陆的制度甲社会较认同，所以讲咧，未来咧，伊嘛希望讲，即个对香港的统治对即个香港政府不满的人你下当离开香港，你就离开，唔免留甲香港增加中国统治的麻烦所以我想即个将来咧，中国可能会用各种的方式互部分的香港人你。无法度伫香港待甲舒适，是，必须爱离开，即个安尼你就袂讲继续伫香港去影响香港的社会，即个对中国来讲，因为伊希望伊要求的就是社会的声音上好拢是一种就好，是，唔好讲俗侪声音讲对中国有反对有批评无讲你像出一笔册，出写一个文章甲批评，讲伊咧内幕，即个拢袂使。所以讲，这对中国来讲，你假使台湾爱把门拍开，爱欢迎来香港的人，这个对中国来讲，伊可能感觉讲，你假使无想要带香港，你是想要去带台湾，你就去走。对中国来讲，我感觉对伊无虾米大的意见。所以讲，对台湾、对香港的新的政策，我看中国的声音可能袂足大。中国的声音袂真大。袂真大。而且咧。即马咱台湾基本上对香港的人权，对香港人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运命足关心的当然，咱有这种的人权自由的因素，但是咧，咱为什么挑工去关心香港？因为咱是中华民国，至少咱即马政府是中华民国，所以咱讲咱嘛是一个甲中国有关系的一个政权，所以咱对香港这个土地，咱有责任。是，亲像你讲日本嘛，讲韩国，你无可能看到伊有对香港有特别什么新的政策嘛？你看新加坡，伊的这个 Chinese 的比例嘛足悬，但是伊嘛无可能有什么新的政策。所以咱的政府这个是有咱的历史各方面的这个考虑。这个对中国来讲，你台湾的政府就是对香港足关心其实代表讲你是对这个中国的这种的义务甲这个认同无讲较低啦。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即摆来讲香港新的法律出现以后我看上可能有2个发展是足危险。第一是啥物呢？就是以后中国伫香港叫做境内执法。就是境内执法。传统上就是虽然97年以后香港就是互中国统一，但是至少香港本身也是有
这个香港的政府，香港的这个警察来这执法。是。所以讲咧，这是代表讲这是一国两制。但是未来中国设立一个新的这个机关以后，可能中国直接伫香港掠人。这是上就亲像头仔议员讲的，对，就是讲这个中联办随便就是因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机构，我要掠人就掠人。第二上惊就是境外审判。境外审判。境外审判，因为香港的法院至少来讲伊咧这个独立性加伊咧法官这个专业是比中国的内部的法院好甲真济啦。所以讲会使，而且你嘛会当请这个lawyer请律师这个保护是对一般人来讲是较好。但是以后有可能就是你犯什么法律可能伫特别咧这个状况之下你为香港为杀到中国大陆去审判。这是非常的恐怖的啦。这就是以前大家反对这个逃犯条例，就是你有啥物这个犯罪，就送中啦，你送中啦。这大家送中已经反足久但是这阵免送中，伊这阵会使甲你境内执法，嘛会使境外审判。对，所以这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代志。但是我看未来这个中国可能你讲你香港你要经济，你要生活，你正常的这个日常可能伊无直接甲你影响。但是咧，假是甲政治有关的，伊有可能就是境内的这个执法，甲境外的审判，所以甲政治有关的，可能就安尼。这对每一个人来讲的影响就大。有影啦所以咱讲这个中共是要压制咱讲香港这个部分，其实嘛是互香港人侪拢要移民好啦其实咱嘛有看到讲蔡英文总统嘛有表明讲，这回会针对援助香港人民这条代志啦嘛已经提出到这个专案的计划，由行政院甲这个陆委会来做回来执行啦。咱嘛来听讲这个陆委会陈明通主委是安怎讲的，做来听。香港版的国安法，伫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的时阵指出，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会对香港人来台湾居留、安置甲照顾做完整的规划，而且有4个指导的原则。第一个，政府主导；第二个，由陆委会做跨部会的整合，由政府所成立的法人机构来执行整合民间跨部门的。所谓这个公司的协力第4个，政府编列预算，挹注经费。因为目前香港的局势无稳定，总统蔡英文进前伫咧人民册写讲，港澳条例第60条的停止下用条款引起争论。陈明通强调讲，若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会降低香港高度的自治，都要密切观察甲评估。60条是提醒北京，高度自治的含金量，因为这个。代为立法这样子的，它的含金量就下降了。将来你港府所做出的决策，是你港府基于高度自治做的，还是奉行北京的意志做的？那这个本身对我们国安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冲击。陈明通指出，港澳条例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无共款，差别是一个甲政治有关系，一个甲人民有关系。因为伫政治的角度，台湾甲香港看做第3个所在。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质询的时阵，质疑蔡总统从去年反送中事件就讲要停香港，煞无具体的作为，认为政府无应该半暝钻头路，天光无半步。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全国的人民都在期待你赶快提出。比你想象的晚啊！我不会吗？不会比你想象的晚。我本来期待你今天就会提出来，因为你们在选举之前就想这件事情，我想你们早就做好规划。我对你的期待是如此的深。嘛，因为反送中事件，2019年申请来台湾停留、居留甲定居的香港人人数，拢比前一年明显增加。咱若目前具体已经有偌济人申请，陆委会甲移民署是拢无愿意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伫咱政府听香港的这个原则内底，咱看到陆委会有4项原则，咱嘛做一张图表先带大家来做伙看啦就是讲蔡总统嘛已经讲呼吁中国咱嘛已经指示这个行政院有一个专案要来做一个人道救援的这个方式。另外，陆委会咱嘛看到4大原则是政府来主导，陆委会进行下部会协调。另外，嘛要由政府设立法人机构来做执行，整合这个民间力量，在公部门、私部门做伙来协力。
另外咧，由政府要来编列预算来投入经费啦吼，所以这4大原则，加这个蔡总统所讲的，只是行政院要来做一寡人道救援啦吼。继续，咱们来邀请到咱另外一位来宾，是咱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这个秘书长奎玲，奎玲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咱头拄嘛看到讲，总统这个指示行政院做一寡这个人道救援的这个方式啦吼，甲陆委会有4大原则，但是咱嘛是搁要求讲其实有咱讲的这个港澳条例18条、60条啦吼，这个部分敢有法度适用，还是讲真正是这个专案来做一寡人道这个救援这个方案，有法度帮助到香港人咧？其实到底是要安怎来去做吼？这应该是政府爱想我清楚因看是要用安那的这个法院的依据吼，所以本来就是应该台湾的政府既然拢已经安尼讲伊就爱去甲这个跨部会的组织甲伊处理好其实国际特色组织国际咱这个 Amnesty International 吼，阮本来就是认为讲，既然在寻求庇护吼。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嘛吼，所以不管伊是倒一国的人，伊若伫个因为伊政治的原因去受到政治的迫害，不管来到倒一个国家，伊拢应该爱受到保护这是阮咱这个组织一直以来拢相信的一个原则啦，所以咱嘛相信讲，咱台湾的政府，咱是一个尊重人权，以人权为这个核心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国家吼，那应该嘛是会去尊重安尼才会基本的人权较对。是，不过咱嘛看到讲第3点哦，咱讲这个陆委会这个主委陈明通伊所讲的，政府若要设一个法人机构来做执行吼，整合民间的力量，要达到吼，咱讲的公部门也好，私部门也好，这个协力，咱这个民间的团体甲政府的部分安怎来协助？其实伫个足侪人权的工课内底吼，本来就是讲政府甲民间的组织会当做伙来去合作，会当做伙来去促进这人权，去保护这个受害者的人权的。所以只是讲到底，可能因为无这个以早的这个先例嘛，所以咱以早拢唔知影安怎做嘛。所以到底是安怎去甲这个合作的方式？阁有相关的这个机制，甲伊建立起来。咱感觉讲这应该是足重要的代志。嘛是为咱未来，因为台湾到即嘛，咱还阁无难民法，对，到即嘛为止咱拢无。这个法律其实已经讨论10几档啊，到即嘛还阁无法度伫个咱的立法院内底去通过吼。咱嘛希望讲看是不是会当较紧有一寡较明确的这个。方法会当出现互咱即个难民保护，阁有这寻求庇护的这个机制会当更较明确化。有这个天数出来了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香港澳门条例啦吼，其实第18条阁有第60条，拢有人咧讨论吼。但是就是讲难民法这部分，顶回咱有请这个立委来啦吼，因为讲这立法上可能难民法这部分有困难，但是就自这个第18条是第60条去做一寡这个修正啦吼。不过咱嘛要来听讲这个香港朋友这个意见，咱继续要来连线是议员啦吼。吴议员，你还在线上嘛？哈，跟您做个这个请教了哈。其实我们在讨论说，这个修正港澳条例，或者是真的有一个 SOP 的这个步骤来通过我们所谓的国际标准的这个难民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在台湾怎么样帮助香港这部分？其实我们香港人也是在过去逃犯条例的抗争之时候，也是寻找过陆委会，然后也讲过，就是请求过有没有可能在做一个 SOP 可以比较容易的接受一些香港抗争的青年，可能也是有一些安全疑虑的到台湾。但是好像就是哪个时候可能是行政院也好，陆委会也好，也是比较喜欢个案处理。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蔡英文总统也好，陈明通组长也好，也现在就是说有4个原则，但是有没有 SOP 呢？我还是期待比较快有 SOP， 会比较好，因为呢，我们现在也是在算，如果是8月底会通过港版国安法的话，其实，但是如果台湾是10月才开关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有2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就是要不是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回来台湾，要不然是没有可能，要不然就是逃不出中共的控制。对，逃不出就是逃不出香港啊，那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过去也是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是，所以我也知道就是难民法的制定啊，还是一些国际标准，可能在台湾的实施之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比如说，现在还是台湾也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所以如果是拿一些可能是 UNHCR 就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些资料，还是跟其他国家就是请求一些全球难民在台湾申请就是难民一些申请程序的话，我还是在想有一些困难。还是有一些经费，还是一些行政上的东西，可能我觉得，如果台湾真是想协助，还是做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话，可能在香港这一块可以做得好之后，可以参考这个程序还是经验来做一个比较有国际标准的难民法，会比较可能会顺畅一点。其实议员有讲到啦吼，就是针对咱讲的这个港澳条例啊，可能要去保护这个香港人这地也佫无够啦吼，还有这个国际咱讲到 SOP， 有这个咱讲难民法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台湾这个无做好准备，就是有收容这个机制吼，这个难民来可能做一寡这个政治庇护也好啦吼，等等这部分，尤其咱讲到可能伫8月入关，啊10月咱台湾若是才要通过，其实2个月。是倒袂出来，咱讲的香港啦吼，还是讲倒袂出来，咱讲中共的这个控制内底啦吼，所以真紧爱来去推销，但是议员嘛讲到，可能难处是啥？难处就是咱毋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啊，个国际情势毋是徛伫这个台湾这边，但是咱嘛是要有一个大方向的这个原则啦吼。继续咱先来请教库嘛吼，刚才议员也提到了台湾这个没有一个很好的SOP 来这个国际难民法的这个部分，但是台湾有他自己的困境，你觉得这个困境在这个短时间内怎么去突破？是首先我想要从港人的角度来说，援助被迫离开家乡，然后来到台湾的手足，一方面当然是人道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现在香港跟台湾应该是全球抗中策略联盟的最前线。的确。其实我们在这个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台港两地应该要想尽办法维持住最紧密的友好关系，反击中国侵略。台湾跟香港现在有共同的目标，对于台湾的政府来说，目前是最好的时机，抓紧它。我们也很开心，蔡总统他有给予这样子的承诺，然后现在正是从承诺到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民间他们一直都有帮助这样子的手足，身为港人我非常的感谢。那台湾政府也是一直有跟这些民间合作。那现在我们形容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了。那可能在这边我也分享一下，因为香港局势越来越就是那个速度往下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整年我们的经历可能是别的地方是20年、30年的经历，再来就是那个疫情的关系，很多有需要的人他没有办法，但是如果疫情过了之后呢，那个就会是报复性的增长。那意思是说，他们一方面他们在香港承受的危险越大，再来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已经等待很久，所以来到这边的人就是对最 desperate 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台湾政府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判准，一个稳定的 SOP 跟经费，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手足。这当然就是对台湾政府、对民间，甚至对于整个国际如何去应付，如何去继续维持着这样的公民的社会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是。那目前来说，我们还是非常的期待政府的下一步。OK。库嘛，这个所讲的吼，就是讲真正这个有需要，这个香港人，伊是第一波啦吼，承受上危险、上济这个一批人啦吼，所以嘛呼吁讲台湾政府伫咧安大，也是讲就业照顾这地爱做好够啦吼，伫咧预算这个方面嘛爱做较够，有钱才有法度来安大遮的这个人啦吼，这个部分嘛一定爱
做合作啦吼。继续咱来请教咱的教授啦吼。其实咱嘛有听到这个特色组织的这个秘书长，佮有咱2位香港人的这个心声啦吼。就是讲啊，这4大原则也好啊，是讲要帮助香港人这个咱讲行政院有一个这个专案的这个计划啊，预算嘛要投入去啊，真正会当伫这个短时间来帮助到因嘛？我想应该对香港会有帮助，应该是无问题吼。但是是毋是这帮助有够吼？这个爱看这个经济安怎发展。是。吼，因为中国吼，假使吼，伊无一定爱照伊个法律啦。吼，对中国来讲，无法律伊嘛会当掠人啊。是。吼，假使讲伊掠人的速度足紧的吼。无就是吼，伊增加对香港的这种的压迫吼。是。安尼对台湾来讲，咱的法律立法爱有时间嘛。这个机关的这个运作吼，加有算吼，嘛是爱因为这个拢有一定的这个SOP 吼。所以讲变做讲，可能中国的速度比咱台湾救人的速度搁较紧。是。吼，这毋是无可能的。第二就是吼，中国即马已经对香港的社会控制已经足深。所以讲诶。有可能就是你伫香港吼抗争吼，但是已经无法度离开香港啊，吼已经互中国已经控制啊，吼不准你这个离开，吼你咧号召你咧啥物甲你注销，吼这对中国来讲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吼这种可能性吼嘛爱考虑到，就是讲台湾虽然欢迎吼有即个路，吼有即个门，吼互你来这个支持，但是问题是你走袂出来，吼，这嘛毋是无可能的。而且吼，中国即马可能吼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即马疫情吼，中国伊家己感觉讲全世界吼大国内面吼，伊处理的是上好的，吼，所以伊即马来讲，伊对伊家己是足有自信的。伊感觉讲美国即马吼受到这个足大影响，经济社会吼啊无完全恢复，所以中国即马伊是有自信的。吼，假使即马吼，向台湾吼来支持即个香港人吼，即个中国有一种想法嘛可能出现，就是讲哦，你台湾开一个门吼，就是互香港的即个抗争者吼有机会离开，安尼可能增加香港的抗争，吼，因为伊感觉讲较有迄个保庇吼，较有保护，所以咧，即个对中国来讲吼。这个是毋是增加伊对台湾的这种的另外一方面的压迫甲威胁？实际上来讲吼，中国本来对香港、对台湾吼，伊是几十年以来吼，对台湾的一种的这种威胁、压迫，这个维度吼，是时时拢在进行。吼，这个甲香港的政策是好还是歹吼，其实无关系。伊对台湾、对香港是分开的。吼，亲像你97年以前。香港还未统一，你对台湾的这种威胁早就开始啊，所以讲呢，伊有可能就是对台湾的这种的威胁吼，会嘛会增加。所以对香港人来讲吼，我甲一个报告吼，爱考虑到就是伫台湾的社会吼，这个亲中的势力嘛是非常之强。吼，香港的人吼来到台湾，亲像你看，吼香港的足侪吼非常有名的人吼，亲像迄个黄之锋嘛吼，亲像迄个。何韵诗来到台湾，台湾嘛有人吼，伫这个台湾的自由的社会之下吼，对伊来威胁，对伊来这个做不利的行为。所以讲对台湾来讲吼，咱爱支持香港吼，除掉咱这个爱有一个对香港的法律吼，新的法律，亲像头拄仔讲 SOP 吼，安尼爱改以外吼，对台湾社会内部的亲中的势力吼，嘛爱有一定的处理。无香港人来吼，嘛互伊威胁，吼嘛互伊伤害，我感觉这嘛是大家拢无想要看到的代志。台湾亲中的这势力来清除者吼，其实咱要来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伫咧欧美制裁甲表态啦吼，咱头先嘛讲到，这 Trump 就讲，这礼拜吼。那采取什么行动？我认为是非常强、够有力的这个行动啦吼。咱头先讲到这个国务卿 Pompeo 就讲香港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驻地啦吼，伊讲无法度搁挂保证会当享受美国泰晤的这个待遇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这个黄之锋啦，伊讲吼，这个天下制裁就是讲全球的制裁啦吼，确实有法度发生啦吼。咱嘛看到讲欧洲这个理事会。这个 Charles Michel 亦是讲欧盟非常重视依照基本法甲国际承诺来维护香港的这个真关度的这个驻地啦吼。咱过去嘛讲美国通过什么
通过的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啦吼，其实今仔日嘛通过另外一部是关于这个新疆的这个部分，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秘书长啦吼，就是讲香港伫咧美国，咱讲有这个法案来做消停，伫咧制裁上，因今仔日佫通过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伫咧这部咱讲通过这个法律内底，敢有法度去强烈的制裁？这个我可能无法度去帮因评论这个代志啦吼。毋过其实对阮特色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立场来看吼，阮是呼吁讲中国爱撤回、爱甲这个法案甲退落去，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无经过这香港的这人民的讨论，个伫咧中国去通过这个法案，而且伊是完全嘛无去考虑到讲香港其实伊爱遵守一寡国际的人权的公约，包括ICCPR 吼，国际的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吼，这是伫咧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通过这个公约，伊拢是香港政府爱去遵守的一寡的规定吼。这是袂当你即马通过这个国安法，就是真有可能吼。我相信拄啊，这教授大家应该拢有讨论过吼。伊就是去扩大。咱嘛看到讲中国因家己的国安法伫咧中国的施行的这状况，就是啥物代志拢甲国家安全、拢甲国安有关系。所以伊就是用这个理由去甲做者人权运动者，还有律师，还有啥物人记者啦，也是拢甲甚至是牧师拢会当甲抓起来吼。所以咱感觉讲，这个是一个完全是违反这国际人权法的这个法案哦。所以伊应该撤回，伊应该爱重新撤回啦。但是咱讲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情势，这个撤回可能无可能啊啦。是，阮是希望讲各个国家吼，包括咱台湾嘛，应该吼，咱上悬的这个这个政治人物，包括咱的总统吼，拢应该爱去甲中国政府去对话，爱去呼吁伊吼，爱甲这个法案提上去吼。所以，阮嘛感觉讲，包括欧洲啊、美国啊，所有的国家其实嘛应该爱有因的这上悬的这个元首。其实有足侪欧洲国家，因一直逐当拢有含中国有一寡人权的对话的机制，包括德国啊、英国，其实拢有。那阮感觉讲，其实你应该爱利用这个机制来去进行，爱去甲伊讲这个代志，爱去甲伊讲，你安尼做是毋对的吼。其实嘛呼吁讲，咱所有的政府其实爱去注意到香港即卖的情势已经无共款啊，咱袂当阁继续用对以前对待香港的这个理解吼，去思考即卖的情势。因为这个情势变化真紧啊吼，咱讲过去这个反送中疫情当咧爆发的时阵，全球咧兴的时阵，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竟然伫这个时阵来通过啦吼。大家嘛真犹豫讲，到底是毋是经过讲香港那真正失去？后一步敢是会对台湾吼起骹动手？咱看到外交部长啦吼，伫咧这个接受美国媒体 Fox News 的时阵吼，又讲到吼，北京就是趁这个国际社会咧无用推动着这个各个防疫的期间，都来推动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后一步就是要对着台湾来起骹动手啦吼。台湾伫咧国际上争取着支持，另外嘛要稳固国防来吓中国啦吼。咱希望吼，咱伫这个中国眼来。无互看轻啊吼！另外，咱嘛看到这个中研院这个大史所副研究员这个吴瑞仁老师啦吼，伊讲吼收到香港了后，刷落来就是台湾选举咧，这个大赢817万票啦吼，真侪人安心。但是咧，武汉肺炎，互大家思考吼，可能敢若剩这个国人的这个安危啦吼，袂记哩国际上的这个局势，袂记哩进前吼，步真侪这个山官。武汉肺炎，佫有一场上大的这个疫情，就是中国帝国主义。另外，咱嘛看到中研院社会研究所这个吴介明人讲，挺香港就是挺台湾家己啦吼。咱佫先来请教教授啦吼，侪有人咧讨论讲，后一步可能就是对台湾来吼起骹动手啊吼，因为香港这个战线已经失去啊，后一步就是这个台湾啊。我看中国对台湾吼，头拄我已经大家报告就是吼。几下10年来，伊无停啦，伊绝对无讲香港第一、台湾第二，无这种代志吼，伊绝对是吼
对台湾哦，这个伊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战啦，所以咧，甲台湾统一伊就是共产党伫中国上尾的胜利啦，这个对台湾来讲这种威胁其实过去咱是拢感觉足深的啦，甚至咱以前做兵我做兵是伫马祖，这个感觉就是足深的，就是离中国的这个海岸是足近的。所以咱时时拢爱戒备，就是讲，是控制的第一线。对，这是台湾都是本来就是第一线。是。咱以前看迄个地图是即个即马足侪资料，就是讲咱即马徛的所在可能就是中国的炮就是唔知几下门就是对准咱家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势对台湾上大的这个教训就是这上大咱爱了解就是第一就是无民主就是无自由啦。香港过去是比台湾较自由哦，是。但是你看中国来，伊本来无民主，所以讲你自由讲摕转去就摕倒转去。所以无民主就无自由，有民主你至少你政府做到无好来侵害、来影响我的自由，我会当用民主的方式互你落台。是。对咧，自由爱靠民主来保护。有无民主就无自由。但是咧。无主权就无民主，因为咧，你咧民主民是多一个范围，是毋是北国来甲你这个影响，来甲你破坏，这是上重要，就是你要有主权，主权佫会当来保护你的民主，但是咧，主权为多会来，爱有真正的独立，才有真正的主权啦。世界上足侪国家。大国嘛好，这个较细国家嘛好伊讲伊的主权都是建立的，伊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亲像你讲迄个这个美国，大国，加拿大，这个是一个人口差不多美国1/10，但是咧加拿大就是一个国家嘛，伊是有独立的主权，所以伊的政治就无一定要受美国的影响。是，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上重要就是啥物咧？咱一定要保护咱的民主。咱的民主要靠咱的独立的这个现状来保持。但是即马台湾毋是独立于中国之外我看这个文明共款啦，无讲较好。所以台湾真正上重要就是国防一定要有法度来稳固掉的，爱自卫，家己保护家己。是经济一定要自立。爱自强，就是经济袂当讲你即个对中国，假是讲足大即个 dependence 足个依赖我看即个爱排除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嘛是足困难。民主就是爱自立啊！你袂当讲咧，台湾社会足侪即个亲中的势力虽然讲伫民主社会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对台湾来讲我感觉袂当讲伤害、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甲行为这个应该一定爱大家爱有这个觉醒啊！有影无民主无自由，其实互我想到过去这个几啊礼拜内底，我有去看这个林荣基这个铜锣湾册店的头家啦伊头顶就是挂这个台湾独立后壁下底就是挂咱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啦所以这两个这个部分，咱讲台湾、香港真正是共心徛做伙啦其实咱嘛讲到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以外，咱嘛讲到其实伫咧过去一天内底，香港这个国歌法嘛要去做立法啦其实咱看到第6条、第7条、第9条，其实拢有做一寡这个处罚你若是无正当使用这个国歌，还是讲有侮辱这个行为，还是讲这个等等，你就是互关啦第9条就是讲你要纳入去咱讲的这个小学甲中学这个教育内底，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国歌法内底啦咱看到美国就是讲无明定违法的这个处罚若是讲伫俄罗斯你就关1年，新加坡嘛真严啦就是你爱罚款1000块的这个新加坡这个票啦差不多2万块。另外的加拿大加这个菲律宾拢有分别的这个检查啦其实咱过来请教咱的这个库嘛就是讲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国歌法这个部分啦过去你有唱过这个中国的国歌吗？我自己没有唱过，不想唱了对啊，完全没有这个 intention。是，那你觉得这个国歌法立下去，对整个香港原本就是也是要强加洗脑，在教育里面纳进去，让你有这个爱国思想、爱国教育。你刚才私底下也讲说，过去在你们这个时代开始有了这个批判的教育，让这个他们说就是那个时候实施批判教育，让这一代香港人开始要光复香港，要时代革命了。我觉得批判性思考是所有全世界的公民都应该秉持的一种思考的方式。是。
但是政府在过去我在成长在香港受教育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确是有提出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要在中学这个场域当中就要有这样子的教育。但是后来他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站出来在街头上面，好像要反抗政府。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永远都是在那个检讨人民，检讨年轻人，但是从来不是政府要检讨自己。那首先关于国歌法，我们必须要放在香港的脉络去思考，因为全世界，如同刚刚那个投影片有讲到，就是各国都有个国歌法，但是在香港，它是一个目前就是自去年反送中以来，已经引起了非常强烈的民意反弹，到现在还是非常坚强的时点。它配合绕过本地立法国安法，然后国歌法是透过本地的四重继续列为优先的法案，透过这种2读3读的方式，其实是可以解读为北京再次收缩一国两制表态的动作。对我来说，在立法会里面哈，对它更是一种表态，是，而不是那个实质威胁，因为实质威胁本身就已经是99.999%了。就像这个压迫从来不是管香港人怎么想的。OK， 我们刚才提到哈，咱头先我们讲到的香港国安法伫咧今仔日通过，咱讲吼这是历史以来吼上届这个中共哈上大这个危机伫咧产生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后礼拜就是这个历史第31周年吼。其实香港人嘛是期待纪念这个历史啦吼。嘛有可能有一波另外一个行动啦吼。今日感谢这3位来宾，个咱这个伫咧香港议员，非常感谢，多谢，谢谢，多谢大家。